Hello， 观众朋友，我是国本，又到火鸡来的时间咯。跳油是我们做下一道轻重要的调味料，大部分的料理，假使讲咸鸡啊，都做唔得到会咸咪咪。不过要做出好食又美味的跳油，每家都用无同样的方式同坚持。在女辈啊，就有两姊妹，今日坚持用传统的方式同最简单的材料来印出清又美味的跳油。安尼一个跳油后背有两般的感情，也是讲无同样的故事呢。今本日我们特别邀请几人来到节目现场，同大家来分享哦。首先来分享我们罗金姐。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对女仆的曾凤春，做6对传统客家跳油的总来宾。哇，分享罗金姐，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玉琴。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安来宾的玉琴。哇，欢迎两位来到节目的现场。哇，开始看到很多跳油，我都提讲，今本的节目一定是清油美味的，因为是传统的跳油嘛。首先来请教一下雷金姐哦。你在做一个跳油的时间，是对雷金姐开始做的呢，还是lúc卡头摆都在做跳油的呀？没有，没有。开始我lúc卡是家纺生皮學，是專門做跳絲鋪的。哦。因為我爸爸年年過睇嘅，有一日看到爸爸。係個跳絲鋪嘅，曬跳絲鋪嘅木堂嘅。日頭嘅，連啱啱日頭曬嘅嘢啊，背樣行。油頭。我都感覺講，一個油頭嘅感覺係講，爸爸做一個生意做到面啊。已經有個擔心。都因為我去寫一個論文嘅過程啊，都有查到嗰度資料。都發現講，其實我哋客家人嘅跳絲鋪，如係頭擺清楚。改做黃體式的跳絲的油，最前面跳絲鋪能有跳油，所以我都想，一個做跳油一件事情，也很用模樣安尼啊，所以我嘅下都開始想，我係唔係來同爸爸來做一件事情，所以能來做。個第二我唔敢食那杯跳油，因為第一米線嘅問題，跳油嘅米線冇共樣。因為客家人阿婆做嘅米線，都有一種嗰思念，一種嗰有感情。那杯跳油已經冇安全，所以我會想到講，今日都同爸爸繼續一下，嗰好另外一個分流嘅生意，係安尼來嘅。嗰種其實碌下原本唔係做跳油嘅，係做跳絲鋪嘅。其實我有一個問題呢，我哋跳油原來係跳絲鋪喺之前嘛做跳絲鋪喺鹹跳絲鋪做係就將有跳油出來，係安尼其實做跳絲鋪啊，係我哋客家人啊，可以講係一個特殊嘅產業。真是。產業之前係一個文化。因為也係我哋客家人，嗰位鋼鐵。米是攏喺山帶下。鋼田過後，因為佢種跳嘅改良嘅土質，所以會種黃跳嘅。黃跳嘅樹上嘅，如有一件事情咧，客家人啊，有識當時，無識之苦。所以都想個辦法講，一個跳嘅呀，除非可以做跳呢，做跳骨，做跳皮，又含有按多一樣嘅咯。嗰時如果家都提用藥。提油裝好起來都煙發酵好來都變跳絲鋪。跳絲鋪啊，係嗰舊嘅時節都流出嘅嘛呀，夾吧，都跳絲嘅油。如果前面跳絲鋪兩張嘢，都可以拿去曬嘅，然後跳絲鋪。但是跳油唔係背個舊，佢能流嘅出伊一個真嘅豉油啊，都跳絲嘅油，咁麼豉油，佢外等都係外等。是的跳油，跳班嘅客家人嘅跳油，最做嘅跳油，炒係。原來係安尼來，嗰個安尼湯烘來啊，原來那個跳油最做嘅傳統嘅跳油，係原來跳絲嘅嗰種，原來講嘅黃跳嘅精華呢吼。佢做到後邊咪將有安尼一些些的接出來。哇，真珍貴，原來老祖先能有安有智慧喏。安尼來見者，你最頭下係做跳絲鋪嘛，到5個時節開始係做跳油嘛，吼。安尼你做跳油，樣板會有想到講，原來這個本身就有一個食品行嘅，樣板會講，原來成立一個無共樣嘅品牌來推一個跳油咯。
讲到一個無窮樣嘅產業，都因為我同爸爸寫嘅一篇論文講，查嘅相關嘅資料，能發現偷油一件事情可以變成更加個特殊嘅產業，做乜嘅？第一，時間一個長，一年，能有嘅意味到嘅種嘅偷油嘅鹽油，我哋客家人其實乜嘅講大油也錯，鹽油也錯，而需要一年嘅時間啊，嘅偷嘅啊，咱可以分解，本個微生物啊，分解啊多變那個偷油啊，一年，呀呢，如係頭擺嘅我哋老祖先嘅智慧，假使講更加我係用一個老祖先嘅智慧來繁衍我哋個傳統嘅偷油嘅話，我相信也係也係我哋現代人個需要，因為我哋更加生活冇窮樣嘅，提高水準嘅，所以我哋愛嘅係個真嘅。個天然嘅，個健康嘅，最主要嘅有感情嘅，有文化嘅美食，所以我啊都問到一件事情啊，係一個有意思嘅事情嗬，嚟教可能咯啊，所以你按嚟想，你敞開退休，對學校嘅係一種唔錯嘅管理人，退休嚟做一條路。哦，你這個有咧想法，想講來試看那些目標哦，產業安尼可以變化一下，做出目標嘅事業冇。不過，嚟見即係自家嘅想法呢。傳統來講吼，我哋第一講創業吧，好，假使講自家創業很好，假使講牽扯到講，我哋錄下一年嘅想法嘅時間，也個都挺有可以討論嘅空間嘅喲。你自家嘅想法同錄下原本爸爸媽媽佢哋嘅想法有共用嗎？今日談到佢講，我哋做一個品牌嘅時間，今日很用版嘅想法，我講，我支持你，係講，也個考慮一下哦，會安尼麼？當然也個會冇共用，因為爸爸媽媽啊，伊哋嘅教育啊，講冇按到，我哋個幸運，爸爸媽媽幫我哋受到教育，所以我哋看呢嗰種嘅面向冇共用。但是喺創品牌，喺做偷油之前，我一定要經過我爸爸同意。畢竟也係同我錄卡，我有18，我有兩個露台，姐姐，我嚟創業嘅時間，一天難免我有個現實嘅問題，我有經濟嘅問題。所以我爸爸我講，爸爸唔可以教我做偷油嗎？唔可以。我講做乜嘅呢？因為啊嗬，喺屏東科技大學上班，公務人員退休嘅呀，用一退風可以量。我嘅第三胎嘅孫嘅呀嗬，冇一退風啊。所以我親講啊，我喺教唔做偷油啊嗬，嗱要為嚟做偷食鋪，我按聰明嘅，冇事唔偷食鋪一做嗬，我喺孫嘅生理啊嗬，我本變過去呢，我想我唔會，我唔會教，最後都乖乖。退休嘅都喺度屏東，求嘅一年，一年過後，我講爸爸，我同講，我發誓我唔會做偷食鋪，我會繼續同錄卡談書，好，繼續同佢合作，我想做偷油也一件事情，我要用唔做偷食鋪嘅方法來做偷油，我講，你一生人啊，安好嘅產業吧。喺冇再做天嘢嚟發展，嗰可惜好嘛？唔搞我做，我一天會繼續同盧卡談書，唔放心。我能答應我，求嘅一年能答應我。所以有一路喺我做偷油，前面一天要經過我嘅爸爸同意。其實我後面自己做，喺前面我爸爸先過身，過我媽媽，在一年我冇能過到我媽媽，嗰度也仲做偷食鋪。在年裡，按樣我嚟做偷油，對我媽媽嘅堂誒再做畢業一年。其實唔嘅傳統嘅技術大學，我對細人58年，可能都也好啊。我50啊，看我全部都睇緊我嘅腦海地度嘅啊，所以係看到睇啊。唔嘅種嘅方法已經啊，嗬，愛改進嘅，因為更加冇共樣嘅，嗬。我哋咧消費者冇共樣嘅。我哋咧做法冇共樣嘅，嗰度東西冇共樣嘅。其實啊，人家每人來見我啊，一見啊，比唔啊，嗰個級嘅想法同埋做法嘅，嗰種啊嗬，我係尊重，我係求。其實我做到有自家
七家的计划，七家嘅种怎样来做也嘅投入嘅重心嘅思想，达到伊嘅价值嘅目标嘅。哦，原来安尼，不过我第一摆听到我们嘅品牌名嘅吼，我都感觉真有感情，真有客家嘅意思。係啊，講妹來劍呢，啊，一個名嘅係用版來嘅，我第一講來劍應該係來劍寫唔嘅名嘅嘛，啊，其他嘅呢，會唔會有用版嘅故事啊？哦，一個品牌嘅故事啊，係經過我哋喺屏東縣呢，我哋客家事務處，因為我哋睇嘅107年有一個屏東嘅燈會，啊，因為伊哋啊，要推出講。有一個進境6堆館，要展出釀製館，嗰時候伊啊吼，要去布置，啊，你來同我一幫我嘅產品拿去個擺，按大本去布置，啊布置幫我拿投入去布置嘅時候，我發現到，啊講唔得按嚟布置啊吼，真是冇辦法，本人家己得講，我哋6堆嘅釀業嘅產業投入透視譜。可能啊，唔得一天啊，啊同個人食，投入個人食，大本透視譜，啊本人家批得到，啊本人家看得到，啊本人家識得到，還有一件事情，啊本人家談得到故事，一個文化故事。所以我都講今日安尼好冇，我都卡烹嘅，我都卡投入，我都卡透視譜，我啲我都卡都辦起布置，啊我啊同人做14年的志工。我都明日去哦，我嚟講故事，講我哋屏東平原，我哋6隊很用嘅，為來做透視譜，為來用嚟做投入，所以我去睇探索14年。啊，都因為客家事務處有看到我哋嘅做法嘅，所以啊吼，伊都同我哋探索，尤其我哋愛做嘅品牌嘅申請嘅時節，我哋喺屏東客家事務處來到同嘅。派伊個設計師來同我探索，啊談嘅我嘅故事，伊都講，甲要用媽媽答不唔得名嘅，阿妹全部冇嘢，因為頭都講，求嘅阿爸一年，能答應，因為客家人啊，傳子唔傳語啊，嗰時講，更加唔能夠貼數，所以係用媽媽嘅名嘅，答不唔得名嘅，意義非常的。沉嘛，客家父母嘅4年啊，好，安尼來嘅。哦，難怪有聽到有個名嘅，真是本人真有感情，真感受到，真是有客家嘅意思呢。哇，觀眾朋友，原來呀，我哋傳統嘅跳油地方有咁多故事，咁精彩呢。不過，有個跳油樣板做出來，樣板健康又好食呢。我哋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前面聽嘅來見者分享，張弟阿講，哇，原來做跳油其實可以按有感情、按有文化喺地位呢，還有樣板嘅故事呢，繼續來請教佢哋吧。來見者，頭頭有講到5年之間來創作一個品牌嘛，喺做一個品牌嘅時節係請5年嘅人嘛，還係講有從有田來同人談數啊？剛開始創品牌嘅時節，其實我想一個單純。我想講，我一定要來做投入，退休嘅都來買投入，買伊哋個真實、個天然、個健康，係我愛食嘅投入。但是後面可能我嘅生意嘅肉田，伊可能都想講，可以同媽媽談數，所以其實我一開始計劃我都唔會想去海面業啦，因為我傾講以後費，因為一條路我唔點會成功喎。但是我喺退休過後來做一件事，我係個快樂嘅，唔係睇個賺錢嘅一種嘅方向。嗰陣我唔敢喺咁記來同我從下做，所以後面係設計來求我。媽媽我可以同聽數做，他是唔可以教我冇做投入。我講可以哦，但是我記得到又係唔求我嘅喲。下一擺冇成功，唔可以關我。哎，你講唔怕咩？冇成功，我點到再揾伊嘅路來行，都可以嘅。嗰種剛開始係安尼啦。有錢，
听妈妈安尼讲啊，其实妈妈创业迄期咧自家嘅梦想啊，你用办当时你自家睇有工作嘅志向，你有想讲来过来听书同妈妈听书呢？記得嗰下年係1806年嘅時間，嗰時係喺台北做沙工，有一擺都放假嘅時間啦，過來。嗰時差唔多暗晡也係10點11點嘅，過來都看到媽媽一點年啦，喺嗰做個實驗，都喺嗰辦個王工。哦，台北辦。然後看到伊個咩像伊講嘅背影啦，看到都唔攀地。後來就講，或許安尼產業我可以一起投入來，一起來做。因為對我來講，特斯普有一種是咩愛含水空氣頭胎，所以對安尼產業有一個使命感，一個感情喺個啊。所以我都同媽媽講，我醫院以後，我1807年嘅時間都過來，開始都投入產業講下，安尼同媽媽。同個縣政府安尼向下做，做到更加安尼。哇，安尼兩推人的故事地方用嚟談出來嘅。你看媽媽看到係阿公嘅背影，你看到係媽媽嘅背影嘅部分。其實你最睇一個跳躍地方嘅面試吼，係感受得出來。你對路卡人嘅愛，和一種真溫暖嘅感情嘅地方，真有一個跳躍，真是談紅了，真感動咧。不過有點，你自家過來之後啊。因為媽媽基本上有自家嘅想法吧，有自家嘅想法，能兩啥好？平時喺工作嘅時間啦，會唔會有意見冇相同嘅時間？時常吵說，譬如講用辦去查，用辦去處理一個問題啊。譬如講有擺到個 interview 嘛，interview 一邊個鹽就喺當紅嘅，然後因為味個鹽一多，就個潮濕，有一些做網絡行銷嘅時間，然後啲想法咩冇空用，冇空用都會潮濕，乜嘅東西都可以潮濕，睇細都可以，睇細都可以，一開始真成安嘅，因為我有我嘅想法，有伊嘅想法，我一定有一些嘅，點講啊，世代對於同一件事情冇空嘅看法嘅時間，我會很堅持我的，伊又會很堅持伊嘅，所以都會安尼起爭執啦。其實就係講，其實出發點都係講為到一個品牌好嘛，唔過兩推人嘅角度冇共用，能用辦去解決咯，如各退一步嘛，也係講先把你嘅吃困啊先。各退一步以外，還有做一啲事情都會，之前冇做一個分工合作。因為係之前都會某個事情都向下做，摩擦變大其實好多人都會想。媽媽專攻嘅領域各有專長。用白講，伊有伊去嘅製作這樣以外也好，伊最強都係公關，跟人家互動。我嘅想法都係研發一些新的產品。因為畢竟我哋冇可能一輩子都賣頭油啊，總要有一些新的東西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後來我哋都討論說。對外都會來做，對內都會來處理。除了有一啲鄉政府嘅計劃嘛嘅也好，青島鄉上嘅鄉下來方，我都參加呢。有啥物解決嘅方式，就兩啥去分工。你做一片嘅事情，做一片嘅事情，就講唔會有個摩擦嘅產生啊！你想唱到兩邊來講，更加好一個品牌已經開始嘅嘛，能更加投入，我哋產品。地方到底有哪啲嘅產品可以來同大家分享一下冇？更加有個品牌地方來見者。好，我哋目前啊，最主要都係鹽米一個投入。鹽米投入。都係更加我哋做方款嘅鹽米嘅投入。大細細東西嘛。因為我哋嘅投入，客家人嘅投入，因一年，一年，咱有個省嘅投入，出來講價，咱來做，我哋做嘅投入啊。唔可以超過100度，因為100度啊，因為天然的醬汁，你貼高溫啊，會破壞伊地度的嗰種嘅成分啊，營養都冇。尤其一個它有一些澱粉，然後分解之後，你這個唔可以貼高溫，所以我哋呢，熬煉的時間很久，細火慢熬，所以呢頭班人講啊，投入。
慢慢的煮，唔要压下清太火，唔要哦。所以睇下只个煮头油的当中哦，对外的风干在内，应用的调料铺，多位都讲的吼，比一年哪个庄稼，嗰日一打开来的时间，嗰种的米丝啊吼，如果講有加出，等你一年。再做呢，唔只个头油理好的，变个木头烘来用小火煮的。米絲啊，嗬，唔要按布水唔落，用我按好皮，挨個生命嘅香土，攏比唔到呀個透油嘅香土，所以啊，嗬，你呢沉迷呀個做透油嘅工作當中，嗰種雖然呀個公司該長，但是你一啲部分，你一啲香味，如本質搞啊，如該通時嘛，嗰種。即個通行，如果本人嘅心痛啊，唔能可以本人嘅接受，所以我哋本人拿到投入買年嘅時間，我哋係感覺地度嘅嗰種嘅感情可以按嚟交流嘅時間。我本個人對我嚟講啊，我也承認退休過後嘅醫生嘅加出大學，真是一定嘅好。不過唔看更加有啲人做嘅傳統嘅投入嗬，我一年嘅時間按夠啦。我唔係有計講，你做一年辛苦打開來嘅時間，一般來講係驚喜嘛。成功嘅有傾向，有嗰種一打開來啊，佢一快係咧有安尼嘅經驗喎。講到嘢嘅，我相信做任何嘅事情啊，冇可能100%嘅成功。一定對失敗當中尋到最好嘅成功嘅方法。當然有啊，因為剛開始。鄉下同埋成年嘅鄉下做煙頭油，頭頭伊講有伊嘅想法，嗰種係搞伊嘅冇辦法按照我嘅方法去嘅時間，都有一下講，已經姨媽到半年咧，可能有半年，因為我引去看平常，我引去看講嘅地都會有乜嘅變化嘛，但是伊冇休息嘅時間，舒服嘅時間，就算我姨媽為一年嘅講價。米絲唔錯嘅，都係。阿姨講開始講，嚇，佢110斤，佢一講咧可以做按多萬人有那個獎獎，真是一多哦。阿講多，你連個貴嘅頭嘅，伊咩個頭是鋪嗬，你打包放去啦。阿嗌你講，本人家去嘢嘅身高頭行啊，聽講一下咩嘅頭是鋪啊，佢。撞喺個頭殼啊，臉唔會個甜。將人家做個煙嘅海水強強，所以啊，伊講開始啊，伊就講我講嚇，安尼啊講，其實我一帶本伊的加持的概念，我哋做傳統嘅產業，做實的產業，然後係冇賺錢嘛，只要有一時的舒服，唔多一了錢，了青春，好多。因為我哋不伊的信仰同價值觀，有一些唔做事的，都愛了錢，多。其實也都係我哋嗱，做伊的剛開始一搞技術本我哋下一段時間，也係佢重要價值觀念，我哋咁樣了解㗎，我哋絕對唔可以本人家有一些的有懷疑嘅，或是冇信任嘅，我哋嗱品牌啊，都冇伊的價值感，我哋嘅人。有信任、態度好，都係我哋嘅品牌。所以嗰度安尼嘅事情，真是安尼我都談出來，我哋嘅品牌嘅精神喺哪？你要堅持一個很重要嘅事情，因為做事的嘛，我做健康嘅，自家可以接受，也可以本人信任嘅，也個都係我哋品牌嘅精神。不過有啲，過來聽書媽媽用本己嘅個做事嘅態度影響到，因為第一擺條都媽媽有同講嘛。做嘅失敗負面人也使唔出來，全部都係倒去。對你自家來講有乜嘅想法咧？第一擺談到安尼，伊開始有學到啦。不過我後來想一下，我都想到講，假使講啊，自家唔講實嘅東西啊，係買不騙人嘅話，佢會冇良心。所以做事嘅良心很重要。冇錯，所以我哋同媽媽做好，然後感覺講。我哋做安尼產業時節，真是良心
也看事情啊，会摆第。真是有迄种更加人有消费者对人涉案的问题有按重视的部分啊吼，真是多一个品牌难得一定要重视一个问题。观众朋友，你看做一个好食的有米线的豆油无简单，不过要做一个本人身边健康的豆油又更加无简单哦。听讲啊，记得还有更贴配的豆油产品，等一下休息一下，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上一段节目里边小姐有真好的豆油，里边有真丰富的感情同故事。不过啊，听讲来近这几年啊，除了豆油，还有一个真特别的东西呢。到底是乜嘅东西呢？继续来请教几点吧。来近这条豆油讲的能做的真好的豆油，我有看到的。不过听讲还有一个真特别的，要怎样的豆油？没有一个产品啊？系哦，也是。因为对我的生意嚟講吼，伊迄一家去負責一個部分，都係我哋用嘅伊的豆油，留下啲嘅豆油過後有個豆泡，豆渣，因為豆泡噶吼，要一年，所以啊吼，我哋剛開始，我哋拿去飲嘅蓮霧酥，本調嘅是槍嘅，本攞出嘅是槍嘅，真正嘅香味飲泡，所以我哋認為講按可惜，應該還可以再個利用。嗰陣我哋去請到屏東科技大學嘅一個林啟宏技師，本期去做一下研究，教我哋。嗰陣後面伊做出來，記錄嚟教同我哋生意嚟做合作，所以有個部分都對我哋生意嚟講，有個豆油粉嘅後面嘅製作嘅方法，可能肉田會個清楚。係豆油粉哦，唔係豆油。豆油粉。哎呦，玉田，按你媽媽按你講啊，我都真有興趣。豆油都豆油，按用辦做出一個豆油粉哦，係豆油粉加水淥淥啊，又變做豆油按你嗎？唔係哦，按係用辦。豆油粉啊，吼，伊其實啲原料都係我哋多媽媽講到嘅豆渣。等伊開始大概做一個豆油粉嘅時候，等有啲想法都會講，等本身係做豆油嘅。假使講有一年我出去了魯陽，但是講我出國旅遊的時節，豆油因為係安尼隨一體的東西，攜帶上面可能不方便。假使講大概運送過程又昂的也好，開黑的時節真是沒辦法，所以那個時節就同另外一個我個團隊夥伴，他叫陳玉傑。個時間因為拄好108年的時節，他甲事務處有一個比賽，6堆產業價值比賽。個時間都以豆油粉為主題去做發想。個時間其實想法都會講要好攜帶，體積小，然後呢是可以大概任何的場合都方便調理的。尤其更加咱的文化當道的時間，一般的你下班的呀，辛苦的冇時間煮菜。真是。係也係我哋呢一個出發的想法。後來拄好有媽媽講到人同屏科大的食品系的李啟宏技師，跟他研究這方面的東西。後來伊都同我本來的方向，調味粉。所以豆油粉都會按嚟落嘅。如果講因為對一個豆渣吼、豆泡吼，唔判定講按好嘅做出來，結果只能來做皮料，係咪？你研究講用辦去有一個方式，幫佢加出變做一個無共用嘅產品。一個豆油粉，佢真是按用辦來用係料理嗎？還係講可以做其他無共用嘅東西咧？豆油粉其實啊，伊本身有經過1年的釀造的氨基酸的香味，也有鹹味，所以講按呢豆油粉啊，等市場會同消費者講，也係一個萬用的調味粉，炒菜、炒飯、炒麵、拌飯，甚至啊講醃肉咪可以。伊係一個天然的萬用調味粉。做鹹的料理的時間都真好用，增加佢一個風味。不過有豆油，還是講吼有豆油做嘅冰淇淋嘅豆嘅，佢說一種豆油粉可以加研究講嚟做甜點的冇？
可以，但其实未来有计划要做其他无可能的点心的东西，用偷油粉，当做原料去做。哦，哎呦，真期待一个成功的结果呢！安尼来经济，能睇做出按多按好的产品之后啊，按人客的反应很样的，人家会讲，有个係以前的味道，哦，真家己有安尼一個回饋冇？迄偷油的回饋的法哈，具體的例子啊，如講上擺我們有108年國家地理頻道來拍我哋嗰個廣美來金的蜘蛛一個偷油的工藝嘛，給西班牙導演嘛，然後他拍的時候，那我們回去的時候就送他一罐偷油，試過以後啊，如講伊在西班牙吼，要改上用偷油，但是伊使得愛偷油啊，回不去了。你看想到近就黏到一個味道誒。如講已經都繼續來賣啊，所以如講伊睇撲嘅高尚地度嘅啊，我伊講，伊撲北部嘅客家嘅紀錄片，啊同我哋南部嘅一個客家紀錄片，有那無同樣嘛？啊講尤其如果人做偷油也看事情，伊講好差多誒，唔得一個做偷油啊，吼，我看到啊，都本來佢驚訝講唔得用按豐富嘅文化底蘊啊，按到工藝，每一啲工藝啊，吼，如愛用流汗，愛用人力，愛用時間，又或愛用唔嘢感情。能做得出也一樣好嘅偷油，所以伊本來回饋啊，我感覺連伊哋來拍國家地理頻道嘅導演，伊都本來嚟一個客家文化做偷油啊，略對客家偷油感通，不止感通唔做嘅方法，一個感情嘅部分含有，不如食嘅部分，偷油食得到本地，同我哋講。回不去了，所以我感覺有一種致命的吸引力。真是本來食到100幾度錯，真我們講的都是相對啦吼。那你除了給導演之外啊，一般吼有ที่ไป講食到人哋偷油嘅人客噶，還是繼續來買嘛，也係講佢推薦其他朋友來買嘛。一個部分幾多，尤其北部嘅，高雄以上嘅吼，伊個食得伊都冇辦法再食。農播嘅偷油，有一點我記得，伊可能國家地理頻道播放之後，伊如果一定要來，所以有一年的都來，來呀吼，都來到我嘅，嗰陣我哋講我係草地方做偷油嘅，因為我哋先泡一杯東方美人茶，我哋農地的客家茶，食咗一杯茶。讓人來批一下偷油，是茶崩偷油意思。因為伊想講，我有喺國家地理頻道看到唔等做偷油都幾感動嘅嗬。伊食咗一杯茶過後，講剛來人啊，幾道偷油本批，我等你偷油本批，伊批嘅都講，也都係我愛請嘅，我要請嘅請求，我都係愛請也種嘅，真是參偷油嘅偷油。伊都不能講。想買2罐，後面講，講可以啊，因為我2碼唔係嗰度，唔識到可能多賺來。我都就講，其實我做偷油唔放心，我哋一年啊，咱可以做出，個月啊，因為一等人啊，對89年一等人帶2個生年嘅啊，到廿下因為我公務人員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退休嘅，我一等人來做偷油，我一天係用我嘅感情。因為我嘅醫生嘅價值都比我睇一個產業，大輪生意嚟創業，大輪生意嚟本人看到6對客家偷油嘅，慶陽嘅頭擺嘅偷油，根本就在繁衍，本客家人食得到，談得到，甘肅得到，講我一個公務人員退休過後，繼續做一件事情嘅人生嘅價值大，已經啊冇遺憾嘅呀，所以講。唔見講買2罐，可能200再1輪買啊，可能一定啊。咁
拿3项好诶，1项有6关。对2关变做3项哦，哇，安尼也个距离差真大。唐董讲，可能我实在时间我等1年，好啦，俺们按难等，俺们马上都买个多一些贵去，安尼。错。咱唔会讲俺适合的上海人买Pfizer，我等1年。安尼对人来讲，因为更加好跳油，唐董会有做年尾的跳油，跳油粉啊，你摆喏，未来有冇个规划冇？对于个跳油其他的想法吗？有，讲好含那摆，好话一个较好，所以我等一天。今年如开始同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做产学合作，开发无穷样的口味的跳油，日本点心，因为我等咧收费管中，全面化，老的，好上的，有点心好食，有厨房的用的，有带出去食的用的，嗰种也系我哋天意集团的。产学合作哇，观众朋友，今日唐下嚟跟这同玉婷今日咧分享，我谈出来哦，其实我们做事情做跳油也好，做事情做其他事情也好，最重要讲对人来讲，就系唔攀得。你看对人唔攀得，对人做出来的东西唔攀得，人会想办法同佢去做变化，做出来清神奇的跳油粉，本大家可以来利用。今日真是再一次感谢佢哋帶來安好的產品同故事，感謝人哦，來跟這玉婷，多謝主持人，也分享觀眾朋友，有閒來到女浦鄉正豐村，講妹來見嚟跳油的做的地方，食一杯茶，批一下跳油，分享大家來女浦的行的聊聊的，多謝。好，觀眾朋友，談到今日呢，先聽到我哋先生來認同一下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運動的時間了哦。你今日運動了嗎？請放起來，同永清先生來做運動哦。先生今日教大家係伸展瑜伽，你準備好了嗎？請放起來，同先生來做運動的哦。今家來做暖身哦，請兩隻腳打開來，好，我肩條，手臂的肩條。一前一後，來做一個扭轉，在前面撈人看呢，好，在後背撈。合好來，打開來，合好來，好，你嘅腳來搞茶，鼓下來，彎片，鼓下來。唔是坐蹲哦，半蹲都好誒。可以翻腳再伸出去，好，再開始。再試耶，1、2、3、4，好，過來中間，更加來吊旋的那搖，手壓高，腳踢出去，好來做一下，1、2。我企好來哦，3、4、
加油哦！做一半的哦。6、7、8、9、10。好，更加中心来塞一片，弯片，好，踢一只腳，數兩個，先鼓再踢，1、2、3、4、5、6、7、8、9，加油哦，係嚟哦。10，好，而家嚟後踢腿，嚟雕塑我們的臀部，好，可以預防它臀部下垂。腳低後背踢，先顧下來，低後背踢嘅時間，數2至數2個，係腳。然後來，好，先起輪哦，好，做四下，1、2，可慢慢的做，3、4、5、6、7、8、9、10，更加的溫片，記得咯，我數2個唔可以一半咯，好，嚟，都是數紅來，腳顧下來，踢出去來，1、2、3、4、5、6、7、8、9、10，過來中間，來，再來做弓箭深蹲，好，弓箭步，好，數打口來，2個，好，變下來的時間，好，我數變下來我腳停頓完，再伸出，可以哈，來1，加油哦，2，訓練個抬腿哦，3、4、5、6，可是流汗的哦，7、8、9、10，好，再來，來彎片，腳先攬好，好轉片，好數2個，起起，跳起，顧下起，起起，跳起，3、4、5、6，數2個，7、8、9，準備下加油，10，然後過來中間，來起起，跳起，好，再彎片弓箭步，記得咯，腳要伸出來，按嘅後腳跟冇彎彎，可以攬下去，攬下去唔怕，如邊個能怕？可以發，可以攬下去。好，
好，再可以发再下去低压腿，用只手可以把呢挺奶红。你的大腿肌肉也会伸展的。好，可以把腳放來，好，放鬆，放來，放鬆，放來，放鬆。好，更加長嘅腳，腳放來，另外一隻手，好一擺。右背嘅腳做停留，5、4、3、2、1，好，慢慢地放下來，跪中間，低下腿，肩條盡量壓低來。可以放在下去，手可以伸出，慢慢地放起來，應該來彎片的哦。另外一片弓箭步，好，先起好，好，先一半，好，先一半哦。等到你的筋骨都適應了 ，OK 了，我們再慢慢下去，來慢慢的下去。用隻手柄的挺來下，柄聳，好，柄聳，伸出，柄聳，柄聳的時間，你腳趾頭可以柄的挺來下，再伸出，離開挺來。用手伸出，好，慢慢的用手從腳放來，好，另外一隻手來扳你的腳踝，做停留。好，慢慢的過來，鼻中間低壓腿，好，彎片低壓腿，好，你的手伸出，慢慢的下去，好，爬過來。好，一節一節放起來，圓背，再來一擺弓箭步，低壓腿，再下去，手柄的挺來，後勾腳，來扳你的腳。過來，低壓腿，後勾腳，慢慢的對中間，圓背起來，好，起好，起張，起起，跳起。加上你的腳起起，跳起，今日動作好唔好？相信能做到的哦。好好運動，俺能下次能來了。